你们在下面不客栈，客栈片面话，行业面的都是们客栈片面话。能够炒能多卷，香酱能够炒能端卷。卷，香酱，娘娘病在，娘娘，病在。日本在关带年啊，关带年啊，农工，我这写的是公牛，公牛。哦，公现在是公草梦端菌香酱。娘娘病在关带年啊，关带年啊，关带年啊，牛公应该是姑牛那个牛沟炒牛端，应该是姑牛就是那个姑牛就是比较年轻的姑牛沟炒牛端，牛沟。我写比我是公的话还写个公，牛沟弄弄沟炒弄端菌的 fat 就是小牛仔，这个公牛和小牛仔，香酱喷成香酱娘娘病在饭起滚带年啊，滚来吃啊，滚带年啊，能够炒能端菌，香酱娘娘病在滚带年啊，就是有公牛和小牛仔。香酱喷，这是个烹调的烹，香酱。娘娘病在关带年啊，要煮酒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